片分享吼，可以分享到那么多。Facebook、YouTube、Line 吼，云端硬碟，脸书现实动态，微信收藏 ，WeChat Favorites， 微信收藏，电子邮件上传到云端 ，WiFi 快传，上传到相簿，储存到云端硬碟，储存到 QQ 收藏啊。你可以压缩该视频，简讯、蓝牙都可以啊。新增到 Google 地图。哦，有这么多种。那个影片剪辑软体的，还有保险箱调影啊，发送给好友，发送到我的电脑哦。哎，这厉害啊！还有音效的这影片剪辑软体，上传到云端或者是储存至云端硬碟，不一样。还有这个啦，这一项啦，好像2个圆圈的啦，添加到 DEGO， 添加到低估，按下去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怎么用啊？档案怎么上传啊？哦，要按上传哦。上传影片，你看有档案，早安问候图文啊，上传档案。啊靠！还上传档案还要选择哦。已经有显示了，怎么还要？不是有这个，不是有这个吗？怎么还要选择啊？哦，不要加，按错哪里了？还是要加？你看，选单。聊天。哦，原来还这样啊！档案。哦，邀请朋友。哦，101G 呢。上传档案试试看啊！上传影片，上传影片。待上传。近年来用 WiFi 的时候才能够进行。原来是 WiFi 的时候才能去上传，也可以调整。不容易。
要多久呢？传个档案传那么久呢？那么大的空间有什么用哈？传个档案传那么久呢？诶，有了，快好了。播放，已暂停。那去看档案，看档案，那影片放在哪里啊？影片放在这个。还不会播放啊？有什么用？也不会播放啊？这是要做什么啊？影片还是在图库里面。好啦，毋过安尼较歹操作，我是舞遮久诶，唉。